就是稍安顶礼拜五，国民党的立委罗冠英人伫中国，因为迄一天议会投票的时又投反对票，这个代志引起民进党的批评，讲国民党做票。针对这点，立法院长韩国瑜今仔日伫议会公布调查的结果，决定要针对迄一天的艺术人员的疏失进行行政的处分。针对这点呢，民进党党团认为讲，应该调查清楚是什么人移这个表决器，若要处罚艺术人员，真正是无这个必要。因为国民党呢无认同民进党的讲法。徛起咧主席台，立法院长韩国瑜有回要讲，误差表决卡部分将予以行政处分。过前一天，过程内底，民进党团发函要院长查清楚幽灵投票这件代志。韩国瑜这摆拍板是技术人员出包。会场干事误认委员，造成误差卢宪一委员之表决卡，不存在委员带领或冒领表决卡之事。这句韩国瑜虽然说讲两摆回到上头前起点，韩国瑜跳出来针对顶礼拜五国民党立委罗冠希无伫现场投票这件代志做出上尾处理，不过甲技术人员处罚，民进党团都意见。又是谁去把这个表决器把它给按下去？这才是重点啊！议事人员没有去投这一张票，那怎么到最后惩处的是议事人员呢？希望民进党不要再纠结在这件事情，就是议事人员误认的某一个委员为卢宪一。民进党的说法根本不成立啊！跟那样高调咧，应该公布按票的总价钱。韩国瑜是讲会对这摆事件调集调查协商。那个表决卡不可能去代理，也不可能去冒领。也替国民党党团来做一些这个叫润饰的说法，但是无论如何，国民党团的委员还是难辞其咎。韩国瑜讲，未来发表国卡关照，必须是立委先完成签到伫咧会场，也就是讲无签到无伫咧全部白当遐。针对刚表决的第一案结果，会搁另外找时间处理。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